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称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社会真侪古早词、现代艺术。你像讲牛郎这里的牛郎，即马原来真侪人用来描写食黄金饭、特种行业的人啦。啊，当然哦，原来有真侪现代词，都要有古早由来哦。国称啊，你咧讲啥？你听我探讨一下。头一句我要讲银票，银票我知啊，100的、200的、500的、1000的啊，这现代银票哦。不过银票这句话对来，对明朝、清朝时代，官厅也好，民间好业人好，人因设票好，你得爱1000两银去甲伊换，伊开一张1000两的银票互你砸咧。甲银有牵连，毋则讲做银票，台湾话保存够重。当然，即马啦，这100的、200的、500的、1000的，这是现代政府，伊要有5000两的黄金才有才调印偌济银票出来，袂使印伤济呢，印伤济钱会保去呢。所以现代话咧讲，台湾话并无改，无甲改做叫做抓草帽，共款照讲银票。哇，国正啊，一个讲，咱就知影讲，原来即句话有古早意思，对。民间即马嘛，佫定定咧讲啊。毋过我相信，这正就是对明朝、对清朝流传落来银票。啊，即个咧啊，佫有无？有咯。佫再讲一个咧，叫做饭刀啊。饭刀啊，我知食饭迄块刀，较大地或者饭刀较细地，台湾话吼，若较细项的加一个啊，银仔对，所以饭刀啊，就细地刀啊。毋过正啊，这里免讲，我嘛知，无毋对啦。饭刀啊是饭刀啊啦，毋过饭刀啊有另外应用。咱较早吼讲到饭刀啊，咱就知影哦。家己厝里无煮去食饭刀啊，无毋对，就是吼细间餐厅啦。啊，毋过即摆的人吼饭刀啊无啥咧讲啊，即句话你要甲扣转来，因为意思真好嘛。啊，即摆讲啥？即摆真侪看板，因迄个小吃店，咱台湾话就甲叫番讲叫做小食店。即句若国正咧讲，我是会当表示讲无解通，我袂使甲你批评指教啦。毋过是安那无解通，我的看法就是讲台湾咧讲小食，这是咧对比讲迄个人吼，一顿食4-5碗，阮咧制作人吼足够食，安尼叫做大食。啊，若国正啊吼，一顿食半碗尔，因为制作人讲你袂使佫大块啊，爱较瘦，镜头翕起较好看，安尼叫做小食。无啦吼，毋过即句饭刀啊，咱甲扣转来啦。即马吼，咱也莫讲小食店，讲去食饭刀啊。听着嘛真有古早味，嘛真正有即个台湾话艺术的所在，你讲看有影。